大家平安。今天6月27日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上帝，让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将今天摆上，让上帝带着你一起面对我们的每一天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透过敬拜，让我们心打开，来向上帝唱歌，来向上帝敬拜，让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开口来敬拜。好不好？让我们更多敞开自己，欢迎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儿女身上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充满我灵，圣
我要拍手，将最大的荣耀归给他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开口敬拜你，就在我们当中。愿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掌权，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，今天的这一天仰望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来到你面前，向你高歌，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，来到你面前将自己摆上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6月27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18节到第37节。列王记下第4章第18节到第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几年以后，在收割农作物的一天早晨，这孩子出去找父亲，他父亲正跟收割工人在田里。孩子忽然对父亲喊说：“我头痛啊，我头痛啊！”他父亲对一个仆人说：“把孩子抱到他母亲那里去。”仆人就把孩子带回他母亲那里。母亲把孩子抱在膝上，一直到中午，然后孩子死了。他把孩子抱到以利沙的房间，放在床上，关上门，走了。妇人叫她丈夫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派一个仆人牵一头驴到这里来，我要到神的人以利沙那里去，我会尽快赶回来。”她丈夫说：“你今天一定要去吗？今天既不是安息日，也不是初一啊。”妇人说：“没有关系。”于是她叫人预备好驴，吩咐仆人说：“尽快赶驴，越快越好。我没有说你就不要慢下来。”于是妇人动身往加密山去。神的人以利沙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那妇人来了。他对仆人基哈西说：“你看，书念的妇人来了，快去迎她，问她一切都好吗？她丈夫和孩子都好吗？”妇人告诉基哈西一切都好。可是当他上了山，走进神的人以利沙面前，就抱住他的脚。基哈西正要把妇人推开，但以利沙说：“由他吧，他心里很痛苦。但上主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”妇人对他说：“先生，我向你求过儿子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燃起我的希望吗？”以利沙转身对基哈西说：“快准备好，拿我的杖去，在路上遇到人，不要向他打招呼。如果有人问候你，不要回答。到了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”妇人对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向你发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他们两人一起上路。基哈西先去，把以利沙的杖放在孩子脸上，但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因此他回去见以利沙说，孩子并没有醒过来。以利沙到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进房间里去，看见孩子死了，躺在床上。他关上门，只有他和孩子在里面。他向上主祷告，然后他上床，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。因为他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。以利沙站起来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然后又上床，伏在孩子身上。孩子连打了7个喷嚏，眼睛就张开来了。以利沙叫基哈西说，去叫书念那妇人来。妇人来了，以利沙对他说，把你的儿子抱起来。妇人跪在以利沙脚前，
脸伏地，然后抱着儿子离去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18节到第37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平安。当我们在看列王记下第4章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是不是也感觉到这上帝很特别？他跟以利沙的这样的关系，当他去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上帝就让他成就了。我想这也是上帝透过以利沙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也特别赐下这样恩典给这个在服侍以利沙的这个家庭。而在当中接着所记载的是一些这样的事情，当然如果我们有这样经验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很难过，但是在当中也看到上帝真的是透过以利沙恩待这个家庭。
在这里面也看到这样上帝的人，上帝所差遣的人，在这当中所做的事情，也真实的去经历，他们确实是上帝所使用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提到说，上帝赏赐给这妇女一个儿子。在这些事情之后几年以后，其实也应该也没有过几年，因为如果在后续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这妇女还可以抱这个孩子，其实这孩子应该也没有很大。所以当中讲到说，几年以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，在收割农务的一天早晨，大概也是秋天，如果用我们来看，也大概是秋天。而在这时候，这孩子出去找这父亲，所以在一天的早晨，这边一直在讲到说，其实应该也常在出现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这孩子去找他的父亲。所以在某一天，这孩子去找他父亲，而他的父亲也跟这些收割农作物的工人在田里面，所以去到这田里，或许他后续的状况跟这个在田里面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在这个孩子去找父亲的时候，他对他父亲说，我头痛啊，我头痛啊。当他去那边找父亲，或许在那边跌倒，或许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让这个孩子头痛，痛到最后这孩子死掉了。所以当他这么头痛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处理，这父亲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孩子。而在这时候，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把这孩子抱到他母亲那边去，所以让他离开这边，我要继续忙，让他的太太，也就是这孩子的母亲来处理这些，平常也就是这妈妈在照顾的，所以把他抱回去，让他去处理。所以他处理他工作的事情，这个孩子来处理他妈妈的事情。而在当中，或许用我们现在来看，这妈妈应该会备一些药啊等等的，他可以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孩子的状况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仆人就把孩子带回去他母亲那里了，所以也就很顺服的把他带走，带到那母亲那边。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看到孩子身体病痛的时候，可能就把他放在床上，但痛到不行，我们应该就会把他抱在手上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不知所措，可能也在当中抱着他，期待让他能够缓和，让他因为有你相信的人抱着你，爱着你的人抱在你身，把你抱住，所以有时候这样是可以缓和的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他就把他抱着，一直抱到中午。刚刚说那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早晨，然后这时候这母亲把他抱在膝上，让他坐在他的大腿上，然后这样抱着，然后孩子死了。这时候有可能这妈妈经历这时候在那边痛哭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可能就这样痛哭，而孩子死在你的胸前，死在你的脚上。其实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应对方式。所以刚刚讲到说，当孩子死的时候，有可能我们的选择就是在那边抱着孩子哭。但是我们看到这妇女，她有不同的做法。我想这也是上帝给她特别的能力。在当中，因为当我们在看到前面经文的时候，当以利沙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书念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妇女会去招待以利沙，甚至看见以利沙她这样的忙碌，这样的劳累，所以又盖了一间房子给他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的房间，其实我相信当用现在的人来看，这当中或许还有一点能力。在后来我们看到后来天主教也会这样子，好像这些圣人啊，某些人的衣服他所躺过的地方是带有能力的，或许他有这样的想法。所以这妇女在孩子死后，她把孩子抱到以利沙的房间，放在床上，关上门走了。
在当中可能是像他们的传统把他抱到屋顶上，或者是在当中他希望有一点能力在当中，或许他也希望没有人去打扰他的孩子，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是把他放在床上，或许他也期待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发生，所以当中可能他有一些期待在这里面，所以把孩子抱到以利沙的房间去，然后关上门走了。势必要关上门，这样关上门之后就不会有飞鸟、走兽等等进到这房间去。而在当中他把它关上，不要让那味道出去，也不要让动物进来，不要去损害到他的孩子，所以他关上门离开。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妇女真的很不简单，当她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她也开始在想要做什么，所以她叫她的丈夫来，然后对他说，你派一个仆人牵一头驴到这里来，我要到神的人以利沙那里去，我会尽快赶回来。当然要尽快赶回来，不然一个人死掉之后2-3天，而且又在中东这个地方，这整个就开始变化了。所以在当中她让她丈夫知道她要出去，然后要去找以利沙，要找以利沙来处理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她丈夫说她孩子死了，至少她的丈夫是知道她孩子身体不舒服生病了，所以她说我要到神的人以利沙那里去，我会尽快的回来。然而她丈夫说，你今天一定要去吗？今天不是安息日也不是初一你真的要去吗？妇人说没关系。这当中她丈夫可能也不解，有时候我们会很理性的想说都已经发生这样了，那去找她有用吗？或许她丈夫还不知道事情发生了，还跟她说你一定要去吗？今天又不是什么特别日子，需要去到那边，需要找她献祭，需要去找她做什么事情。但妇人说没关系，不是那一天没关系，重点她心里面想的是，重点是我孩子死了，我可以怎么做？是不是去找以利沙可以来帮忙？所以当她跟她丈夫讲完之后，叫人赶快预备好驴，她要赶快去，越快越好，不要停下来，她要尽快的去到以利沙那边去，因为她知道要把握时间，赶快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这样赶快要处理这些事情，把它处理好？在这样有时效性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尽快去到那边？所以她也是这样交代她的仆人。所以在这样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知道以利沙这时候在加密山，所以他去到加密山那边去。而神的人以利沙也可以看到有人这样赶路过来，所以他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那妇人来了。所以他当然这样景象很不一样，有人这样很快的，像我们在看一些剧的时候会看到车子开很快，或马骑很快，动物跑很快，都会带起一些沙尘。所以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人这样跑过来了，所以他很远也在那边看他是谁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那妇人来，所以他对他的仆人说，你看书念的妇人来了。所以当中或许也可能觉到，或是上帝跟他讲了什么事情，让他知道接下来要有一些东西。但是后续以利沙说发生什么事他也还不晓得，所以在这里面他有看到，他知道。所以以利沙也派他的仆人去迎接他，然后也要他去跟他请安，问他你的丈夫跟孩子都好吗？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打招呼。然后妇人告诉基哈西一切都好。有时候也不用讲那么多，因为来到以利沙那边再来处理。有时候他遇到他也可能也不想要多说什么，所以就跟他说好，没事。所以当中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，我们知道也常常是这样子。但是以利沙在当中也去关注，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，他才会跑过来，所以叫他的仆人赶快过去，然后去迎接他，然后跟他打招呼，跟他请安。你问他一切都好吗？
你的丈夫跟孩子都好吗？也是想要先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这样，他也不还想要多想什么，所以他说没事。但是在当中看到，当他上了山，走进神的人以利沙的面前的时候，就抱住他的脚。其实这样举动很反常，怎么可能去抱住另外一个男人的身体，抱着他的脚？当然抱着这当中也可以说是一种请求，抱着他的脚也是好像怎么样了，通常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而这基哈西这仆人，其实我们看到，虽然他跟随以利沙很久，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依然是这样子，后续还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。所以这基哈西其实他的状况好像不太像是一个被拣选的人。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他跟了以利沙，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应该会有改变。而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他正要把这个妇人推开。其实在当中他还需要一些上帝的灵与他同在，或者是上帝的话语领到他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像基哈西一样，要把人推开。你怎么可以接触到另外一个男人？你怎么可以接触神的人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这样抱着他多难看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陷入在那当中。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在意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以利沙说由他吧，他心里很痛苦。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妇人一定有事情发生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整个情境，这基哈西他还没有看懂。那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这样经文，看到这样事情在发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了什么？在当中我们看到他千里迢迢的来到以利沙这边，跑得很快，让这个驴跑得很快。通常你要快的话都是骑马，而他们可能的习惯是骑驴，所以骑着驴，不是慢慢走，慢慢走跟快快走有不同的意涵。而在当中来的时候，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不会无视来，而且在这时候来。通常如果你是就像这妇人的丈夫讲的，这不是安息日，也不是初一，所以不是这样日子，然后又跑来找以利沙，必定有事情，而且又这么急着来。所以他才知道说，要叫他的仆人去问他，你的一切都好吗？你丈夫好吗？你儿子好吗？势必是有事情。所以他抱着他的时候，抱着他的脚的时候，以利沙就跟他说由他吧，他心里很痛苦。但是以利沙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说上主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这样一个神的人，他也不会随便处理事情，因为上帝没有跟他讲，他不能乱说。因此在当中，这时候上帝的话还没临到，他就先让他抱着他的脚，先处理好他的情绪，先安抚好他的情绪。在接下来这一节，我们看到妇人所讲的或许是一种抱怨，也是一种在抒发他的情绪。对他来讲，这孩子对他来讲，我相信势必是非常的宝贵，这是上帝赐给他的，透过神的人对他讲话是要赐给他的。所以妇人对他说，先生，我向你求过儿子吗？我没有向你求什么，当初你问我要什么时候说不用，我们都够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燃起我的希望吗？所以赏赐给他，我相信这妇人真的疼爱这个孩子，感谢上帝赏赐给他。虽然他也可能也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或许他也知道这一些，但是我们知道归知道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心里依然非常的难过。所以在当中在带出来的是让我们看到这妇女的心里面是非常的难受。所以当他讲完之后，我相信以利沙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一定是他的儿子有状况，一定是他的儿子有状况。所以在接下来，以利沙转过来就赶快跟他仆人说，赶快准备好，拿我的杖去，在路上遇到人都不要跟他打招呼，
如果有人问候你，不要回答，到了那边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，所以你赶快去，不要耽误任何时刻，因为当你留下来，当有人打招呼，你势必会跟他讲话，你就不要管那些人，你就赶快去把我的杖带过去，放在这孩子脸上。所以他也感受到了，虽然上帝没有跟他讲什么，但是透过这妇人所讲的事情，他已经感受到，他已经知道孩子出状况了，甚至是可能孩子已经死了，所以他要他的仆人赶快去。因为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听懂一些意思，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，就像这基哈西有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是当中应该可以感受到某一些的紧急，所以以利沙派他的仆人赶快过去。而这个妇人来到以利沙这边，也势必要把这个事情办成，所以他就不管了。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向你发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他们两个一起上路。这样的话，不就是跟以利沙对以利亚讲的很像？我绝不离开你。所以当中，也就是那样的决心，以利沙的决心就是要一直跟着以利亚。而这妇人的决心就是要跟着以利沙，让以利沙能够去到他们家，所以要让他出手去帮助他们家，帮助这个孩子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这样的决心的时候，以利沙也知道，所以他们一起上路。前面有讲到以利沙差遣他的仆人赶快去，所以基哈西去了，照着以利沙讲的，把以利沙的杖放在孩子脸上，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所以当他这样做完之后，他赶快回去见以利沙，跟他说孩子并没有醒过来。哇，这也算是，或许也像是以利沙所想的，可能不是那么简单而已。所以让他先去做，可以的话你先去处理，带着我的杖，带着我的能力去。所以在当中，这仆人回来之后跟他讲完，他也知道了。所以当以利沙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他知道状况不简单，所以他就一个人进到房间里面去，看见孩子死了，躺在床上。那妇女前面有看到说，那妇女她就把她的孩子放在以利沙的房间，她的床上。所以当中他进到那边，他看见这孩子死了，躺在他的床上，他知道事情是已经这样发生了。所以在那当下，他就自己把门关起来，让其他人都不要进来，只有他跟孩子在里面。所以这当中最重要的是，他跟这孩子在里面的时候，他向上主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急救，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有没有看到我们要寻求的是什么？以利沙知道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所以他向上主祷告。而这个妇女，她知道她要去找那个神的人，让上帝的能力在当中来彰显。所以她第一时刻去找以利沙，去找上帝的仆人来。而这个仆人也是真的是上帝的仆人，他来到这当中，第一个时刻所做的就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将这些事情摆在上帝面前，求上帝赐下能力，也求上帝让他知道该怎么样来处理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看我们的服事是不是有在服事的一开始，先来到上帝面前，先将自己摆上，把这些事情都摆在上帝的手中，让上帝亲自来处理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这样祷告完之后，或许上帝也对他说话，所以他接着就上了床，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让他的能力进到这孩子当中。他所做的就是让上帝的能力亲自来做，让这能力进到这孩子身上。所以他趴在这孩子身上，这样当他趴着的时候，这边讲到说开始不一样，这孩子身体开始暖和了，也就是这孩子这些细胞开始动了起来，开始活了起来了，整个机能开始恢复了。所以当他趴在这孩子身上的时候，有能力临到他，有能力临到这个孩子身上。上帝的大能
彰显在这当中。所以很多时候在处理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开始有动作的时候，其实或许还不够。所以以利沙站起来之后，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，或许也是让他自己身体能够活络起来，因为他知道好像有能力往那边去了，而这当中要继续的领受支取能力进到他身上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中一直在服侍，会感觉到枯竭了，但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当他这样继续做的时候，不是一头就栽在那当中，我们需要再次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服侍不是一直泡在那里面而已，有时候我们就要出来再进去，我们回到上帝面前，然后再到这世界里面来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他又起来，然后又上了床，又趴在这孩子，伏在这孩子身上。所以当中当他来回走动之后，继续这样服侍之后，我们看到前面说这孩子不一样了，身体开始暖和了，然后这时候连打了喷嚏，眼睛就张开了。这样的状况不就很像是有一些人被噎到了，然后那个气进不去，那个东西出来之后，整个情况就不同了。或者是像有些人溺水了，而在当中 CPR 之后水出来，开始有空气进去，就不一样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孩子一样，当他要醒过来之前打了喷嚏，眼睛张开了，也就是生命又回来了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孩子恢复之后，以利沙就叫他的仆人去把那妇人叫来，然后就交代他把你儿子抱起来，积极让他参与在当中。你儿子生命回来了，你把他抱起来，所以让你来服侍你的孩子，把他抱起来。我相信这个妇人应该是很感谢以利沙，所以他来就先跪在他脚前，伏在地感谢他，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希望，又重新燃起的希望，所以他就抱着儿子离开，回到他们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样经文当中你看到了什么？或许我们会想到像约伯一样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能力进到这当中。当你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第一刻是想到什么？是去找以利沙，还是去找丈夫，还是去找你附近的人，还是去？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绝望了。这妇女一样，她或许感到很难受，但她还带着一丝的希望来到以利沙面前。对她来讲，她很清楚知道这是神圣上帝的人，所以在当中她知道上帝赐给她这孩子，那她再回来找以利沙，其实她要找上帝。然而在当中，上帝的代表人，也就是这先知以利沙，这是神的人，这是上帝所差遣的，所以他就到以利沙那边去求以利沙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先来到上帝面前？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当我们希望上帝的大能临到这当中的时候，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出手？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让我们看到很特别的，这以利沙在当中的时候，上帝透过他做了这许多的事情，讲了这许多的话，让这个妇女有一个孩子。虽然这孩子生病死了，但是当中上帝也出手帮助这个家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吗？你有没有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？是不是你愿不愿意回到上帝面前，将这些都摆上？或许你自己正在生病，或许你家人在生病，或许你们正经历到很大的危难，愿不愿意将这些摆在上帝面前，专注在上帝的面前，让上帝来帮助你？我们接下来一样有一段时间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人面前，再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看看上帝要对你说什么，看看上帝要你做什么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来默想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看到你的大能彰显在当中。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利沙这样子，但是也让我们就像那妇人一样，或许我们信心微小，但是我们知道要去找主你的仆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从你而来的能力，你的大能要彰显在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将自己摆上，愿主你就在当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将所有的困难都带到你面前，将所有荣耀都带到你面前，将荣耀归于你。主啊，将我们所有的困难仰望在主你手中，也愿你赐下能力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以利沙的服事，让我们看到这妇人的心，也让我们看到主你愿意赐福给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恩待我们，将这一切都仰望在主你手中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，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